嘉义中正大学新设一个科技运动馆，有模拟无同地形的行路的机器，加各种的设备哦，嘛开放给民众预约使用。这个器材会当来记录运动的数字，未来会当来成做一个运动资料库做研究。会当模拟各种地形的练走机，还有运动顺续测试身躯筋膜力量的各种设备。嘉义中正大学配合教育部体育署的计划，伫嘉义国立体育场启用科技运动馆，民众透过网络预约，就会当来使用内底的科技运动设备。透过科技性运动器材的协助呢，不仅可以掌握到运动的乐趣，那我们透过智慧健身器材的建制呢，也透过这样的过程能够收集到我们民众的运动的数据帮助民众能够了解自己运动的一个资讯。除了有科技健身设备，伫这间运动馆内底，还有利用灯光做反应训练的器材，体感拍高尔夫、射飞镖的设备。来体验的民众表示，这设备唔那专业，运动起来嘛较无负担。一般健身房因为那个还有经济的压力还有可能对那些教练怎么相处也是一种焦虑啦。所以我想说，这里用这种智慧型的会比较好，可以提供给一般民众来作为运动健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场馆。中正大学表示，目前科技运动馆是利用网络预约使用，嘛收集家己官民一寡运动数据，延伸这个科技运动的计划。未来会交接予家己县政府来管理，予官民随时会当来使用培养运动的好习惯。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